眉毛變藍呢，到底係色素問題定係手法問題？大家一定要記住，其實眉毛變藍真係同我哋嘅手法有好大關係㗎。你如果唔解決呢個問題，仲冇睇完呢條片，咁你以後做眉毛始終都會變藍，一變藍就頭痛，一頭痛就換色料，淨係浪費錢㗎啦，知唔知啊？所以其實做眉毛嘅過程中，到底咩情況會令眉毛變成咁樣嘅藍色？第一個原因就係力度重啦。你睇下，我哋平時做霧眉本來就係做喺表皮層㗎嘛，表皮層做嘅時候，鎖色效果唔係好好咩？但有時下手就係控制唔住，過重，入針又太深，最後組織液同色乳一混埋，咁就實變藍㗎啦。你知唔知？之後仲會變成呢種中度灰藍底，真係醜到冇朋友啊！呢個時候你一定要記住，重點就係練好手法，輕同重一定要拎得準，唔好馬虎㗎，知唔知啊？OK， 講完第一個，第二個變藍嘅原因又係咩呢？你睇，好似呢種皮膚，仲有呢種皮膚，都好容易滲反啲組織液㗎，而且你做緊嘅過程中，佢就會慢慢滲出嚟，色液同色乳一混埋，顏色肯定唔純正，仲會暈色，最後變成呢種灰藍或者灰蒙蒙嘅樣，好醜，對唔對？所以你一定要記住，下次再遇到呢種情況，唔好猶豫，就直接將組織液全部走，之後再上色，咁你做嘅霧眉效果先會好睇㗎，知唔知？所以唔好再成一步完，點解我做嘅眉毛又變藍？我哋要諗住提升自己嘅手法先至得。手藝人永遠都唔好忘記，你嘅手法先至係做出所有好作品嘅根本。淨係練好手法嘅輕同重，再搞清楚唔同顧客嘅膚質應該用咩力度。姊妹，你記住呢兩點，做眉毛一定會越做越叻，仲會越做越紅。幫 Gigi 老師點個讚，加個關注啦。之後你如果遇到一連串關於紋眉技術嘅問題，直接睇 Gigi 老師嘅片就得，因為老師已經將自己15年嘅經驗全部總結喺主頁入面㗎啦。所有姊妹快啲點個關注，反覆睇多幾次，記實重點啦。